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有法会当做伙主席，要做伙听读你的话。主求你帮助阮信心，甲阮做伙伫地。不管是啥物款的时阵，你的话，你信心拢甲阮做伙伫地，相似的平安，甲喜乐，也甲阮做伙伫地。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即礼拜是中秋主日，四本福音书拢对咱讲，伫即天，耶稣就亲像王共款进入耶路撒冷。是安那要叫伊叫做中秋主日的？咱伫顶头有一个影像，迄个中秋。中秋主日是当时迄个耶稣入城的时阵，沿路欢迎的百姓，拢手会举中秋旗，无亲像咱今仔日讲用放炮啦，用啥物货无，当时无遮物件，所以因是手举中秋旗，铺伫涂骹。然后名指耶稣用光来入城。伫巴勒斯坦，中秋是啥物货？中秋是水、高雅、胜利的象征。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过去已经有即款的地，就是人用中秋旗铺伫涂骹来名指得胜的将军，或是君王。然后，这百姓的话讲何山那，何山那，何山那，嘛有点仔像吼，迄个日本话万甲，迄个万岁吼，总是搁较侪是俄罗上帝的意思。换一句话来讲，百姓伫遮是伫即日尊迎耶稣，伊是以色列要来的弥赛亚。这其实。在百姓的喊话，是一种久长伫黑暗中受压制的愿望。总是伫即礼拜还未结束进前，主耶稣就受定死伫十字架顶。传统上称主耶稣的受难日，就是煞来即个拜五叫做 Good Friday。Good Friday 其实是甲咱今仔日的经文有关系，因为基督徒知影耶稣基督的受难是上帝要显现伊慈爱的义的时。罗马书第3章21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现在上帝已经甲咱指示。咱毋免靠律法会当甲伊建立合理的关系，律法甲先知拢为着这做见证。罗马书3章21节到26节是一句，所以这是一个真长的一句。咱安尼较可能无啥感觉，总是迄是一句。新学家普遍认为，这段经节3章21节到26节。是罗马书前6章上关键的经文。原文是，但是现在，迄个有律法甲先知做证的上帝义，已经伫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原文是安尼哦，已经伫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总是现在，但如今。这是即卷批信内底第一遍来出现。保罗其实毋是咧表达一种历史的进程，保罗是咧说明 Kairos 的现今。换一句话来讲，啥物话叫做 Kairos？ 咱伫21节有读到现在，然后26节的时阵，咱阁会读到即个 Kairos。希腊文叫做 Kairos， 叫做时机啊。就是伫即时，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毋是咧表达对历史进程的过程，是对咱每一个人的时机来啊。
伫咱每一个人的时机内啊，是啥物款的时机？是现在，就是上帝用行动显明伊的义的时。当咱会当因为耶稣基督甲上帝起做合意的关系，总是甲上帝律法无关系，就以外啦，甲上帝律法无关系。总是保罗伫即句有真特别哦，伊讲律法甲先知拢通为这做见证，真特别。因为律法甲先知保罗所指的，其实就是旧约圣经。克兰菲德这位神学家认为，保罗毋捌伫别张批顶头用见证这字，却伫罗马书一再使用，所以读起来其实是亲像一份伊真庄严神圣的公告。保罗是安尼宣告：上帝迄个决定性一摆来完成的救赎已经完成了。卡尔巴特安尼形容，伊讲这是伫长远接近咱的上帝国，这是无中间的事，这是咱伫活伫这个世间去受拯救、面临审判，搁互人判无罪。虽然是遥远的消息得到证实，卡尔巴特是安尼形容。虽然是遥远的消息得到证实，罗马书第3章12到20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甲上帝建立合意的关系，是通过信耶稣基督。我们会当讲，就是上帝伊照着耶稣基督的信。为着所有相信的人的无差别，所以这是这张批内底第一遍提起信的对象。咱要信的迄个对象是耶稣基督，信耶稣希腊文会当翻译做照着耶稣基督的信，听有意思吼，就是本伫耶稣基督的信。本于耶稣基督的信，然后所有的翻译本拢共款，拢受到宗教改革家的影响。因为宗教改革家强调只有瓦克信心，唯独信心，只有瓦克信心，所以近代所有的翻译拢理解做对耶稣基督的信，就是信耶稣基督的。总是近代学者哪来哪感觉，其实罗马书毋是这个主题。保罗是用上帝义来做罗马书主要的论述，所以照着耶稣基督的信，应该是表达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呈现的信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呈现来要证实伊甲人立约的信息，所以上帝的义上好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这种理解并无排除人用信、相信耶稣基督来回应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罗马书第3章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得到上帝恩光得袂得。这其实是对罗马书第1章18节到第3章的20节一个简单的说明。第一句就是安尼，简单的说明，人伫群体、伫个人拢持续败坏，显明人极需要上帝恩光。好好，那安尼咱爱煞来问哦，啥物话叫做上帝恩光？上帝恩光伫圣经内底是指上帝为人还未坠落之前所设立的标准。我讲一遍啦吼，上帝恩光表示啥物话？上帝恩光
伫圣经内底是安尼表达的哦，是表达讲上帝为人也未对落进前所设立的标准，所以人爱活出即款的标准。上时阁是上尾将末的时，伊要恢复的上帝恩光。保罗用犯罪这个动词，这个动词叫做迄个动词叫不定过去式的动词，咧表达一项代志。人的犯罪是过去真侪摆的行动，总是无的确是持续的犯罪，总是人伫无共款时阵的犯罪，因为安尼人持续败坏，亏欠上帝的恩光。罗马书第3章40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不过对上帝所赐白白恩典，通过耶稣基督耶稣完成的救赎，人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保罗用当时迄个社会关系来譬如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当时罗马的社会其实拢是一站一站安尼落来，啥物话叫一站安尼落来？就是因是一个有运费以及接受运费的人，即种关系所造成的。所以当时希腊罗马的社会，当时啦徛较悬的位置，较有权力的，有责任来对下骹人施恩典。有责任哦，因为有责任。然后接受恩典的人有义务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因所接受到的这恩典恩惠。所以保罗安尼讲，上帝白白的恩典，照着耶稣基督赐予咱，伊予咱的是咱不会得到的疼。希腊文应该表达做照着伫基督耶稣内面的救赎，然后即种表达其实伫新约内底时常读到，特别是伫保罗的回信内底，用上简单的讲法叫做“伫基督里”。所以咱若读到保罗的回信，等于咧讲伫基督内面，在基督里。就是咧讲这项代志，讲啥？讲照着伫基督耶稣内面的救赎，这嘛是咱祈祷的时阵上尾咱会讲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是这个意思哦吼，伫基督里的这个意思。所以通理解做简单来表达这个，所以。咱通理解做伫基督所统治的上帝国度里，无真困难了解，总是这是缩写吼。所以伫基督内面，咱会当重新来开始得到新的生命。伫基督内面，咱会当经历圣神的运作，领受上帝的疼。伫基督内面，咱会当甲信徒做伙合一。正做团契小组，咱搁爱去看见伫基督内面，咱会见证到救恩的发生。伫基督内面，其实就是信徒的日常。咱的日常其实就是伫基督内面啊，因为咱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敢毋是咧？所以，这个救赎的希腊文其实是两字所组成的。这两字对甲赎回、赎价啦吼。然后换一句话来讲，这就亲像讲去店店伫遐，然后摕钱去拿买转来，听有意思吼？所以伫遮主耶稣迄个保罗用赎回。咧讲啥物话？讲主耶稣的血已经为咱付上代价，付上救赎，已经
摕钱去来买倒来，然后互咱得到自由。罗马书第3章2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互人对神来得到赦罪，上帝用安尼来显明伊的义，伫过去用来审对待人，宽容因以前所犯的罪。这已经是上尾一段。照希腊文应该做即位上主设立做施恩座，是照着迄个神伫伊的会内底递到伊的义的天现，照着进前所犯的罪的宽容。保罗是咧描述，其实即才是保罗咧描述一件代志。犹太人每一当新年的时阵，大祭司会入迄个至圣所，然后伫至圣所的时阵，伊爱先献迄个献上精生的花，表达迄个洁净。这就亲像安尼啦吼，施恩座。当然，真侪神学家咧讨论即字啊吼，因为有人咧讨论这是一个赎罪祭，总是另外一个。有真侪神学家直接都认为，就是指这个施恩座。啥物会叫做施恩座？就是犹太人相信，当大祭司献上这个赎罪祭的时阵，上帝会伫遐甲人会代表大祭司面对面。爱听有意思吼，犹太人相信这样代志，所以。咱会读到利未记16章1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阿伦着抬迄只为着人民做赎罪祭的宣告，带伊的火入去香莲内，将火秀伫施恩座的顶面甲头前，甲秀有降甲的火共款。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迄个时阵单一当一便了，犹太人相信这样代志。伫迄个时阵一当一便，大祭司入去到迄个上内底至圣所的时阵，大祭司献上这个赎罪祭的时阵，是人甲上帝见面的时。所以保罗是咧描述迄个时，也是咧描述迄个祭司。足侪人咧讨论啦吼，我直接无要讲遐济吼。足侪人咧讨论，施恩座某一个部分是比较较亲像咧描述迄个时，迄个时。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迄是上帝临在宣布伊要赦免洁净的时。当咱无搁需要亲像过去的大祭司。因爱一当一遍，因只有一当一遍的机会尔。一当一遍入去到迄个所在，迄时来献祭，甲上帝见面。但咱免搁是伫一当一遍尔，咱拢会当照着耶稣基督的话洁净，当伊已经受设立诚侪新的施恩座。耶稣诚做人来到上帝面前，咱会当凭着耶稣，互咱来到上帝面前，甲上帝面对面的一个新的途径。然后对旧约内底火，其实是上甲献祭有关系，所以这精神的火。佫较是最得到赦免的记号，这嘛咧说明另外一项代志，咱可能会感觉真奇怪，上帝他会遮尔残忍用伊独生囝的血。罗马书第3章26节，这是这段的上尾一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要伫现今这个时，
显明伊家己是义，佮互信耶稣的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照希腊文的迄个秩序啊吼，是伫上帝忍耐中间为着伊的义伫即时来显现，直到伊的义，甲称迄个照着耶稣的神的义。过去上帝翻译顶头叫凊彩，或者是任凭，和合本翻译做任凭。罗马书第1章24节、26节、28节，我伫讲着迄段的时阵，我有讲着这项代志。上帝任凭，还是上帝凊彩人犯罪？毋是伊凊彩人，是伊将人放伫迄款的情形内底，然后人袂晓悟着这个代志。总是上帝即时要宣布，伊要赦免人的罪。这就亲像上帝本性，伊捌对摩西安尼宣告。出来记记34章第6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摩西面前经过，宣告讲：上主，上主，有仁慈稳定的上帝，无快受气，佮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迄个宽容，咱会伫遮读着宽容，其实是当时法定的用语，意思就是减轻你的刑罚，就是免罪。宽容的意思是安尼。所以保罗是讲，卡洛斯已经来，这个是已经来啊。耶稣流血死伫十字架顶，已经成做施恩宝座。透过安尼，才会当甲神圣的上帝来匹配，因为人上知影人的罪严重到无法度讲出来的程度。耶稣的血拄拄咧说明公义的上帝无凊彩赦免，搁较说明伊对罪真厌恶，因为上帝是用伊所疼的囝的身份，亲身来背咱的罪，承受才会真歹忍受的重担。26节是讲，一切信耶稣的人，原文应该是照着耶稣的信的人。所以照着耶稣的信的人，其实甲罗马书第1章17节迄个本地信、本于信。迄个和合本的翻译，本于信其实是同款的文字的方式，表达的方式。所以，这是咧讲啥？遐因为耶稣基督的信息，相信佮委身伫伊的人，要得到赦免，然后人会当伫上帝面前得到伊的地位，甲伊有合宜的关系，这就叫做上帝主爱的义。罗马书第3章27节，这个是另外一个段落，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那安尼，咱还有啥物通夸口，拢无，靠啥物法则？靠行为是无？毋是，是靠信的法则。27节开始到31节，拄拄好是4组的问答，咱伫遮会读到头2组的问答。所以保罗伫遮搁一遍使用即种问答的方式来讲伊主要的论述。犹太人看口因有上帝的律法甲割礼，然后这个世间大部分的人看口，咱有钱财、有权力、有名望、有财物。这个拢是当时社会所看做应当的代志，总是保罗去讲，歹势，你所有的夸口拢互人摆渡啊！迄原文的意思是摆渡。你所有的夸口拢互上帝摆渡啊！因为上帝的义毋是安尼，上帝的义是为着一切相信的人，
对所有犯罪亏欠上帝恩光的人来讲，拢无差别。然后伫遮咱读到第二组的问答，第二组的问答，保罗是讲问讲，那安尼咱会当遵守上帝的律法吗？原文是讲毋是，是爱靠神的法则。这个台语翻译较准确。爱靠神的法则，啥物话叫做神的法则？就是相信耶稣的信息，愿意委身伫伊的人，伫伊遮的人会当找着。罗马书第3章28节说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所以，我认定人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毋是靠守律法的行为。只有对神，保罗只简单做出一个结论，安尼来做结论，就是神。然后神其实有一条路，迄条路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信息所成就的信息，以及相信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罗马书第3章2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上帝兼只是有是犹太人的上帝，伊兼毋是外邦人的上帝，是伊嘛是外邦人的上帝。保罗第3组的问答，咧讲上帝的本质。保罗讲，歹势，上帝是所有的人的上帝。然后要哪证实的？罗马书第3章30节说落伊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文来。既然上帝只有一位，伊是互受割礼的犹太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嘛互无受割礼的外邦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主啰嗦的吼，其实原文只有真短的说明尔，真啰嗦。啰嗦的原因就是现代的日本拢追求爱互国中生读有。总是嘛真困难吼，类似咱读着遮个拢真困难。希腊文是做既然上帝是即，第一句，既然上帝是即，所以上帝是即，这其实是犹太人当时的信仰告别。出对倒？出对申命记第6章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以色列人要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所以保罗调工引用这来证实，伫头前这段的头前，伊所讲的这项代志，上帝的义要称一切信的罪人做义，就安尼吼。罗马书第3章31节，这上尾一节吼，做伙来读这段经文来。安尼讲，咱因为这个是煞互律法。是其效益是无，绝对毋是得确立律法。保罗伫第4组的问答内底有一个伏笔啦吼，这个伏笔就是刷落来，伊要讲论的，因为刷落来伊要讨论神的法则，怎样有律法甲先知做证。伊头前咱一直读着嘛吼，即段一直读着，律法甲先知来证明神的即条路，咱神的即条路。所以续来伊就开始引用旧约的律法甲先知的话，要证明这项代志。直到8章第1节到17节，咧讨论对圣神伫施肉体时阵，保罗甲进一步要说明。摩西律法是安怎得到确立？所以迄是伫8章的所在，咱刷落会读得搁较侪。Karos 有人认为搁较好的翻译，中文翻译叫做契机。换一句话来讲，这个表明一项代志，就是人改变的时阵，咱伫啥物时阵来改变？咱会伫啥物时阵来改变？人改变的迄个时机、迄个时刻，
可能每一个人拢无啥共款。有的人拄着病痛，还体验着生命有限；有的人是迄个去互放杀。咱拢捌拄过，有人我拄过，有人为着要约查某囡仔，就来参加献歌队的，迄古早的故事吼，古早我拄过，约无成，煞带另外一位啦吼，感情互放散吼。有当时啊，信仰计实嘛是安尼来的吼，真特别。后来嘛做长老嘞，后来嘛做长老。有人是拄着财务的危机，嘛有人是家族的传统。阮兜着古早拢基督徒啊，我着第几代啊。甚至有人是无缘无故、糊里糊涂，佮去参加聚会尔，着去互饲落去受洗。咱知影有即种代志发生过，糊里糊涂，都毋知影，佫毋知影咧信啥哦，去，着有人讲，无你着来受洗。就来哦，就受洗哦。总是啥物人要讲信仰是啥物货，一切拢明白，才开始的，无，其实无。原本保罗是一个热心迫害基督徒的人，当伊带大祭司的命令要进入大马色的时，忽然有光在照伊。《使徒行传》第9章第40到第5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就活落涂骹，听见有声对伊讲：“扫罗，扫罗，你是安怎在迫害我？”伊问讲：“主啊，你是啥物人？”迄个声音讲：“我就是你在迫害的耶稣。”大马色的事件，相信就是保罗的 Kairos。就是迄个时刻啦，保罗的迄个时刻，其实真少人会当安尼，所以《使徒行传》甚至讲3遍。咱若注意读《使徒行传》就知，伊咧描述即项代志，伊佫有伫遮个是路加咧描述的，伊家己讲的，口中所讲的，佫有3遍记录伫《使徒行传》内底。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即个经历对保罗，伊看做足要紧，总是并毋是所有的人的 Kairos， 迄个时刻拢亲像保罗遮尔戏剧，有无？讲戏剧的吼，伊咧迫害的人，结果伊迫害的人迄个主显现伫伊的面前，互伊真正读的拢毋知影要讲啥。1929年的一个暗时，真侪年坚持无神论者的 C.S. 路易斯，伊跪落来向上帝祈祷。总是伊祈祷了，伊安尼描述家己。伊讲：迄暗，我恐惊是全英国上不服、上丢毒的归信者。路易斯归信耶稣，应该是经过透暝真侪暝，甚至是真侪年的思考，因为伊是伫英国内底上厉害的牛津大学内底做教授的人，所以伊有真侪遍的讨论。相信伊的身躯边嘛有真侪当时到现在依然真出名的，像是伊的同事甲朋友，就亲像迄个魔戒写作魔戒的作家托尔金、亚瑟格里夫斯以及科尔，这基督徒的朋友的陪伴甲讨论，C.S. 路易斯的 Kairos 才真正来。虽然伫1929年，C.S. 路易斯讲伊是全英国上毋甘愿的归信者，总是伫伊真侪年了后所写的一本册，叫做《我怎样成做基督徒》，来回忆伊当时的不服、毋甘愿的时，伊却安尼写。
伊讲，迄时我无亲像现在，现在我会当体会到迄个光明甲美好的稳定。虽然我真毋甘愿，总是上帝嘛是接纳我。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我相信，我毋知影，咱会 Kairos 当来啊。其实每一个人拢有咱生命中的 Kairos。换一句话，一个契机啊，迄个契机，互咱伫迄时名字改变，伫迄时名字调整，伫迄时名字有可能是困难，甚至是病痛，总是 Kairos 其实伫咱生命中其实拢咧发生的事呢。求上帝甲咱做伙伫咧。帮助咱，互咱甲主做伙行上的即条信仰的路，拢是伊的美好甲芳美，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因为阮知影你要甲阮做伙伫地，帮助阮，互阮回转向你的时，求你就接纳阮。赦免阮的罪，引带阮，医治阮，互阮伫迄时在，阮着爱活转向你，求你帮助阮，互阮伫迄个每一个阮生命的 Kairos 的时阵，求上帝收赐的气力甲智慧，就甲阮做伙伫地，互阮会当名字才会改变。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